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桃园观音工业区昨暗在受到可能去乌到气体管线工程车随着导火烧起来，驾驶不幸过往。中华和平分局一个姓黄的警察，穿制服用加速路点火，用尻川放烟花机，佮将影片铺伫网络，分局记一支大告。中研院甲台电合作，甲天然气用高温处理，分出氢气甲固态的碳，发电机组烧氢气发电，创造零碳的发电。先开始来看桃园的观音工业区哦，昨暗咧修路，可能是去乌到会烧起来的气体管线，所以这台工程车随导火烧起来，车内有一个驾驶未负逃生，不幸过往。劳检处今仔早起嘛去现场了解，认定讲这头家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的规定，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了。规台车烧甲乌麻麻，因看出火势真猛。13暗时，桃园市观音工业区国隧道咧进行道路铲除公用工程，疑似乌到会对气体管线，造成规台车一年马道陷入火海。57岁姓苏的驾驶被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不晓得是不是挖到什么管线，这样那个气很大声，蛮大声的，因为一直泄气很大声。出来的时候火还很旺嘛，很大。对啊，很大。我们到场后知道有一名员工失联，他因为现场已经全面燃烧，那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明显死亡，在铺路机的旁边。劳检处甲其他相关单位14透早也到现场，初步调查，签路过程当中无设置误判上诉输送管，致使后续发生大火，一名劳工当场未负逃生，发生死亡职业灾害。一般像这种重大的会造成灾害的一个严重的管线不可能说10公分不可能应该不是照他们图纸所呈现的，是埋在50公分的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工程是刨石、铺石的工程，刨路它刨几公分？10公分。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规定，将处新台币3至30万元罚锾，后续将移送相关过失行为人至地检署侦办。针对道路铲除工程火灾死亡的意外，劳检处认为，施工单位无事先确认地下代谢物的状况，已经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规定，后续会将过失行为人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外，也针对相关监督单位进行调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的和美分局有一个姓黄的警察，伊做警察高档咯。最近伊家己翕一寡真离谱的影片，亲像是穿制服唱 KTV， 用加速路点火，用尻川放烟花机哦，佮将影片铺伫网络顶头，引起争议。这个警察嘛，伫面册讲，伊准备要离职咯。有警察当然是讲哦，可能是甲伊摕到饼的科技不满有关系。中华的和美分局是表示讲，这个警察的行为伤害到警察的形象，会基于一支大告来处分。画面当中的环境穿着制服，直接伫 KTV 唱歌，甚至佮用亚瑟路点烟来食。上含的就是用胯下来夹仙女棒，做出不雅的动作。影片伫社群网站里流传，引发不少的讨论。那当然是不雅不好啊。怎么说？因为是不好的示范嘛。根本不佳的，只是说有些人他会想说，我就不做了，不做最大。因为毕竟你是人民的保姆，还是要有一些形象在。影片当中是29岁黄姓员警，资历有9年，任职过新北、三峡分局的插甲派出所，2019年10月调到中华和美分局的大厦派出所。警方表示，黄姓员警平时表现无好，工作态度也真消极，被列做态度的对象了后，打算伫22号辞职。不过，再翕了搞怪影片来影响警局，就会记一大个来处分。有巡逻不确实，以及装备领用不落实。那另外也有勤务中用手机观看影片，
以及这一个受理民众案件啊有延宕，那这些种种啊都做了一个行政的惩处，所以导致在我们年终打考核的时候啊，会一并纳入参考。黄成员经过调研表示，影片拢是伫现任的所长人来所翕的，未着连带处分现任的所长。不过中华警方表示，所长的表现真尽职，意思是将伊的考绩拍了饼，伊就用影片的方式来学爸母。除了要后续追查翕的人是朋友还是现任的同事，来继续落实关键的监督甲考核的工作。记者中华采访报道。来看基泰大地案厝边损害的报告指出，讲甲目前的建案可能无直接绝对的关系，认为讲可能是地质的问题哦。也毋过有议员是无法度接受。台北市建管处是指出讲，检查发现讲附近哦，共款拢有地质相当的情形，并无讲这个损害是甲基泰完全无关系。会等到收到完整的鉴定报告，就会来要求基泰建设甲住户来讨论损害赔偿，进行协商。好，我们来看一下住户家的门哦，关不起来了。门无法度关，壁啊壁损也继续发生。北市基泰大地建案造成附近民家受损。北市议员陈义军即期受损户鉴定报告出来，内容说讲，根据土地雷达扫描结果研判，可能是当地地质局部松软，无直接证据甲基泰绝对相关，互人无法度接受。住户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相当的心寒，心很痛。好像又重重的被台北市政府踩踏了一下。报告上面写着，大直街94巷3弄12号的状况跟30号基地30号极为相似，所以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出该局部疏松情形跟基泰是绝对相关的。对此，北市建管处回应，这个鉴定报告是指出，土地雷达检查发现，这区土骹底同款有地质松软的情形，并无讲损林甲基泰无关系。报告中，有网有指出，基泰施工有对4棵为住户造成梁条等损害，搁较有列出施工前后的差别。增宽的裂缝、增长的裂缝都去做了一个记录。那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报告里面有一个600多万的一个赔偿的金额的依据，因为前后有一个比对，施工前跟施工后它改变了什么？针对透地雷达部分，因为它并没有之前的资料可以比对，所以确实也发现在地下3米有土质疏松的状况。但这一部分没办法直接证明土质疏松情形可能是基泰施工造成的影响。监管处也表示，若受损户对鉴定结果有疑问，也是会当请土木技术工会说明。后手北市府收到完整的土木技术工会鉴定报告了后，也会发文给基泰，要求基泰甲住户讲损害赔偿，甲后手的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前民进党的组织部主任林正宏红白讲，定定去酒店哦，已经辞职了。今仔民进党的新闻部主任张志豪嘛红白讲，伊捌去酒店。张志豪今仔是表示讲，这个相片是10月当前伊还未结婚的时，参加朋友过生日的相片。相片内底的查某人哦，拢是朋友邀请来的朋友，伊会来提出个数。如果游姓参选人可以举证出清楚的人事时地物，本人立刻辞职；如果没有的话，请游姓参选人立刻退选。到底你所声称说本人指使是谁收买了你？请说清楚。张志豪的太太嘛伫面册抛文强调讲，伊家己相信伊的翁，认为讲这内容已经牵涉到诽谤，嘛爱立委参选人有本事，就爱提出真正的证据，唔通乌白抹黑。再来看11月17日，总统的候选人就开放登记，那北到底是要安怎瞧？有风声讲哦，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已经同意前总统马英九会当来正做协商的见证人。侯友宜嘛表示讲，有需要伊嘛愿意来参加协商。也毋过哦，两党嘛是各有因的坚持。那也是望讲民调就爱有政党的支持度，民众党是强调讲一定爱全民调。另外，赖清德办公室是批评郭文德为着政治红利哦，完全拢无立场。
替支持者送的好彩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到新竹市场扫街，轻走基层。不过，定期一期是愈来愈近，那配合无合的压力增加，传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经同意前总统马英九做协商见证人。如果朱主席同意，马总统才能来当见证。那我可以跟你讲，我了解朱主席是同意。同意，只要需要我在的地方，我一定会去参加。政党合作是联合赛，不是淘汰赛。侯友宜继续对国民党发声，希望个人较细一点嘛，国家较大一点嘛。不过，南北议员传出有各自坚持，马营议员希望大家政党支持度，民众党是表态，一般全民调都是底线。柯侯或侯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去做民调的话，基本上它就已经有包含了政党支持度在内了。所以我们认为说，就是按照做台湾模式全民调就好，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设定出来的一个底线的部分。一定要考虑政党的实力，那至于比例嘛，我们尊重党中央的决策。考量全民调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权数。民进党大清朝办公室是各将炮火对向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为政治红利，立场前后矛盾。柯文哲为了自己的政治红利、政治利益，他不惜打破过去他的立场。他现在跟朱立伦、侯友宜在进行多次的密室协商，他打脸了过去的柯文哲。因为侯友宜批评赖清德一直抄袭家己的政见，赖清德办公室是反击，要求侯友宜先落实伫新北提出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刘议会昨伫立法院报告资料显示，台湾旅行团去中国原则上一日要开放2000人次。消息传出旅游业界是真不满，业者批评交通部本地讲3月7日开放旅行团去中国，即马刘议会又搁讲要限制人数，政策是变来变去，因拢感觉莫名其妙。每秋3月开始，应出团中国的相机，各大旅行社拢应提出行程，要求业者推出首发团送入门票价促销优惠。不过6月13日立法院报告提供的书面资料显示，台湾旅行团去大陆初期逐工是以2000人次为原则。在立法即期，这个交通部说明，明年3月7日开始解禁去中国旅游禁团令，好亲像无共调。我们开，基本上我们就尊重市场机制，他有团你就让他去。但是你现在报告里讲的是，你现在要限制我方的旅游团每天也只能去大陆2000哦。基于互惠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也认为我们2000人过去，这是当时各单位在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综合考量的时候，为什么会去限定这样的一个人次？到底为什么限价？陆委会解释，那个人拢去国外旅游，交通部当然会有压力，因为大陆旅客还未来，个人佫一直出国。第二，对等互惠原则，才会是以2019年中国旅客来台人数算出2000人的上限。有业者批评交通部甲陆委会无共调，互业者唔知要如何是好。政府呢，就是2套说法，让我们无所适从。解除戒严时期以后，从来没有过限制，哪一个国家呢？我们不可以去那么多人，只能限额去多少人？对业者无清楚到底限价出团要如何操作，初期限价各是指多一段时间，烦恼行程伤早开卖，甲时阵可能引起旅游纠纷。交通部回应两岸恢复健康有序交流是政府一贯的立场，相关部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明年1月13特别选举投票了，国民监督国会联名指出讲，这届立委的最后一个会期，阁有真侪重要的改革，亲像是公布利益冲突咨询的平台，甲国会助理章法拢还未完成哦。嘛，阁有真侪法案阁还未排入审查。虽然顶礼拜已经有针对讲会期敢要提前结束来进行讨论，联名嘛表示讲因反对哦。伊嘛呼吁讲，应该爱伫会期结束之前严格审查，来完成明年度的国家预算审议甲相关的改革。本届立法院的最后会期，对各部会的质询、法案审查继续进行。看到20离数大选瓦近，虽然朝野党团伫初次协商，敢是提前休会，无取得共识，也毋过这也互公这边烦恼。
因为也阁有真侪法案甲改革拢还未做完。明年度2024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2兆8818亿，只剩下2个礼拜的时间。我想请问立法院有办法依预算法的规定，在11月底前完成吗？那如果没有办法完成，还是老问题，你怎么敢提早来休会呢？公道明点出，过去几年立法院助理一直传出涉及国安甲贪污等事件，不过国会助理专法也咧卡关，利用冲突资讯公布平台，到即马也还未上线。佮较莫讲，也佮有其他的法案甲预算拢在等台中，还等不到立法院对外公布。将已经完备的公开上网揭露资讯的平台，还未能对外公布。反渗透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国会议员啊赴大陆啊，访问啊，这个机密的这个保护的问题啊，有没有办法呢？把这些改革法案呢，通通能够如期完成？这一届提出来的法案呢，如果没有办法这个届期完成都将归零下一届重新开始。公道明也邀请立法院朝野党团代表进行座谈，希望本届最后会期唔通提前休会，也会严审各项国家预算，佮完成应该有的国会改革，才会当真正争取到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为了争取伫加加投票，台北加加节受刑人已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讲明年的总统大选加加爱惜投票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准诺，也毋过选务机关不服提出控告。最高行政法院今仔是开庭审理。经过点外钟，庭审了后，行出法院，律师为台北感觉一个涉任的受刑人辩护，声称在假投票核准了后，选务机关不服提出控告。最高行政法院14开庭审理。就等司法判决，等待司法判决，谢谢。因为要咧服刑，无法度出去投票，律师主张讲，这个受刑人敢若有人身自由去用限制。不过，选务机关裁量混沌事实，互投票权受侵害。以公正公正的精神，投票权伫任何时刻拢无应该互剥夺，才会当体现民主原则、甲国家主权。桃园选委会指出，包括无法度落床的病人、留守的军人，拢无法度投票。就个案受刑人，特别打造投票所有失公平，嘛无法度互无特定的人去现场公开监督。审审法官觉得这个案件具有宪法跟法律上的重要性，而且有时间比较紧迫，所以呢想要直接透过开庭听取双方的意见，能够妥速的做成裁判。法院甲英国无共款，针对控告的案件，真罕见通知校定定数。毕竟总统大选特别到啊，就要赶紧做裁定。全台湾这类假处分，中选会统计初步有10件。受刑人敢会当在假投票？这个议题要持续来发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东山乡的珍珠一路滨高道伫昨下晡有一台轿车可能无甲头前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所以车煞掉伫滨高道内底。警方是表示讲，这款状况嘛算是冲滨高道，上济是会当罚9万块。画面内底这只白烧的轿车，伫滨高道得过放落的时阵，去互撼着，这个行为引起外界批评。警方讲，安尼就算走入去滨高道，会当以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来裁罚。本分局将主动联系发文者提供相关资讯查证，以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54条第3款进行举发。滨高道得过降来的时阵，讲硬要撞入去，会当罚15000块至9万块以下的罚款。而且吊扣驾照1年，罚则真重，警方呼吁民众爱注意。等一下不会危害到其他人。这个路口每个月都有发生车祸，就会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就是十字路口，因为上班时间高峰期吧。珍珠一路这个滨高道，因过就要发生车走入去，未就去用弄线以外。根据警方的统计，宜兰县今年因为走入去滨高道去用裁罚的，差不多有70件。因为这个行为较会致使严重伤亡的事故，安怎避免意外发生，外界拢真关心。栅栏阻挡的时候，担心影响行车安全的时候，民众就可以按压这个。台铁表示，滨高道拢有安装该监测的装置，只要有物件走入去，都会通知列车的减速。嘛呼吁民众，若是发现滨高道栅栏放落的时阵，有车或者是有物件走入去。滨高道边仔紧急的开关会当随起落，避免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较凉冷咯，平地各类菜有较好的行动条件。目前芬林西的果菜市场一日的货量嘛，对一个月前110吨已经增加到210吨咯。价销嘛，对1公斤爱200块来到340块。也毋过农粮署嘛提出警告，讲种各类菜的量已经连续60天拢是红灯咯，恐惊量上过济咯，所以嘛呼吁讲农民着爱斟酌来评估。果菜市场的另外，无因搬运一箱一箱的平地高丽菜，近期的天气持续稳定，嘛渐渐变冷。有日平地高丽菜新长出货，平地高丽菜为1个月前渐渐上市。高丽菜摊商就表示，介绍为9月每公斤900块的关价，现在渐渐回温到340块。现在的价格就会比较没有之前那么高啊，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说山区的菜而已啦，变成说平地的产量也有了，所以价格就比较持平到一个稳定的价格了。山顶的粗秋啊，一件才公斤60啦，啊一件才180哦，啊咱在地的才620起的哦，啊公斤30。在果菜市场就讲，1个月前每天高丽菜交货量大约110吨，近期交货量增加，每天220吨左右。农粮署嘛针对蔬菜供应在预警的系统显示，高丽菜种植数量连续6旬，嘛是60天呈现安定，达到种植数量上限。已经将近是在红灯的警戒线了哈，那就是已经快达到有100万的这样一个数量。那我们都会把这个信息然后散播给我们的农民朋友知道啊，因为未来可能在种植的时候要去做参考。农粮署表示，今年为8月份后连续风台等因素，导致山区的高丽菜产量少，价销起价，毛农民种植高丽菜意愿增加。但现在随着天气稳定，高丽菜产量渐渐提高，农政单位嘛不断检视。农民种植前需要先行来评估表面赔本。继续用为你报道。来看 PLG 职业篮球联盟的高雄更替联队，昨日才来台北和平篮球馆比赛。早暗因所破文表示讲，有地方的势力甲有心人士用无正当的手段抹黑球团，想要逼因退出台湾职业联盟，离开高雄。也毋过高雄市的运动发展局是表示讲，这应该是联盟的组织调整的问题尔。新赛季虽然已经开始，不过高雄更替人搁伫外县市比赛，所以主场的凤山体育馆10时早起拢无人。高雄更替人13暗时喊咧伫面册刊出长文，写出无想要讲再会，指出有地方势力和有心人士利用各种无正当的手段抹黑球团，暗示互人逼退。对我来说是有什么看什么，当然一定会可惜，是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企业花比较多成本去养的一个球队。球迷认为更替人离开篮坛确实无彩。更替人年初时虽然因为林书和嘉平提升南部篮球热度，不过尾后团主中止引发议论。进前过日定有 PLG 和 T1 可能合并的消息，互同款以高雄为主场的 PLG 更替人和 T1 海神面临竞争。更替人一这时阵刊文，引发外界联想。那有关高雄钢铁人控诉被有心人士污名化一事，经了解是联盟组织调整问题。事实上，高雄市政府对于推广直篮向来不予以力，完全都还没有谈到任何关于这一方面的。张会长他都有讲得非常清楚，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但是还没有进行到这一步。PLG 表示合并不是即马，目前拢也未讨论。那球迷认为合并范式会当和中华职棒同款，甲球迷上大化。就算无要合并嘛，希望各联盟有机会联合办季后赛等等。那更替人刊文背后意义是啥？球团到中昼11点进前都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加强控制食品重金属污染的风险，小数预告要来针对阿婴仔甲幼囡仔食品，还有巧克力，其中盐甲镉的含量来进行较严格的规定。预计明年7月就开始实施哦。若是违法，就依照食安法，上最是罚300万。无共款部会的同步报道，挂伫的菜市的大会，先不少消费者来买。为加强控制食品当中重金属污染的风险，卫福部小署有够修正食品重金属含量标准，其中大家正爱食的肉类类重金属盐含量加减下修，尤其是大家常常食的猪肉类，为0.5 ppm 下修到0.15 ppm， 禽类是为0.5 ppm 调降到0.1 ppm。坚果甲巧克力这的品项是第一摆纳入重金属镉。其中巧克力是根据总可可固形物的比例来设定无同款的镉含量标准。
由于重金属的污染大多来自原料端，不是在业者加工过程中所遭受污染，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的业者应落实源头管理。另外，新制也针对高敏感族群，由于食品甲饮品爱全面明定氮金属盐价格的含量规定，甲过去以总含量来设定氮金属标准无同，希望达到更加全面的保护。铅中毒的话会影响到全身器官，包括肾脏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也会这样贫血。对小朋友就担心它会增加过动儿，还有注意不集中的风险。小苏表示，草案为即马开始提供60天的有效期来收集各界意见。新制按算明年7月初开始正式实施，到时阵市面产品若违规，经过限期改正，依原复检无合格，应照实按罚，相关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就算是小天然气发电嘛是会产生二氧化碳，造成污染。中研院甲台电合作，甲天然气用高温处理，分出氢气甲固态的碳，互发电机组只烧氢气来发电，创造零碳的发电哦。若是讲氢气会当来取代5%的天然气，一档就当减少超过7000吨的碳排。台湾目前有50%的碳排来自发电，为了应用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中研院甲台电合作举办气碳电氢发电技术发表会。比较长远来讲，再生能源生产滤氢的技术要去克服。那目前同步的也跟一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一样，也在研究这个再生能源怎么从国外进口到台湾来。中研院研发的气碳电氢技术会当理解天然气，为加气土碳可受其中的氢，达到创造零碳电力，可结合发电系统。那到底台湾供电更加会当有效解决天然气发电了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加封存问题。中研院指出，气碳电氢技术有5大好处，使用较低能量，那以再生电源产生的电导热，达到3倍获利效果的零碳电放大效应。你可以借由逐步提高去碳燃氢的转化率，而提高减碳的效率。市面上仍然是没有办法用纯氢来做大型的涡轮发电机。2030年之后，这件事情会达成，我们到时候的去碳燃氢大概那个时候技术也完全成熟了。就近在发电厂或其他需要用到氢能的地点来生产，所以它就不用长的氢能的输送管线。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我们可以用既有的天然气管线，在未来在末端就可以取得氢气。有关全氢燃烧发电机，中研院指出，虽然目前还未商化使用，不过未来会努力运用。燃气发电机组进行混烧发电，让台湾赶紧达成净零排放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军公告每年调薪，教育部卖补助私立学校7成，也毋过高教工会是指出讲，私校是当家己决定讲敢要调薪，因呼吁教育部应该爱专业补助私校的调薪，和公私立学校的老师有同款的待遇。教育部鼓励私立大专113年来调薪，老师本薪4%，助理教授以上学术研究费15%，若是有安尼做，补助7成。也毋过高教工会指出，前2届军公告调薪，教育部嘛是互学校家己决定。结果110以下年度101间私立大专，有42间整体薪水是比公立学校标准较低，占要挖42%。可以想见，在明年如果这个学生研究费调涨15%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差距，应该会有更多的私立学校它是不愿意跟进。私立大专老师薪水甲公立的来脱钩，嘛因为薪水的差别待遇，互人才流动敢若一个方向。工会理事长南华大学副教授周平的真济同事拢去公立大学，也是中研院。而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的受教正义是受到侵害的。为什么私校学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接受优良教师的教导呢？
恶化公司的差距哦，反而跟就是政府补贴私立大学的学生的学杂费的方向是相反的，那非常的可惜哦。公私立大专老师的待遇应该同款，工会是发起人数有超过80间以上公私立的学校，超过500位老师来加入。工会强调，教育部是编8.6亿来补助7成，若是专业补助，敢若需要12到15亿。立法院教委会委员范云嘛表示，明年度预算才审完，也毋过主决伊是要求教育部来针对改善私立学校薪水的问题提报告。记者新志明台北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对2019年开始有一个提供全球女性创业家资源甲互相交流的计划，已经有100个国家的女性创业者得到帮助。咱台湾嘛未这女性创业家嘛参加这个计划。著是海岛风的纽西兰、东边秋港，也有真高的越南风情，手作点心。印太地区的女性创业家代表聚集伫台湾，透过交流建立人脉网络。像创业第3年的钟冠廷，看准房价一直真悬，智能计经会当放大小平数的视觉效果。加入 AWE 计划了后，甲更较侪共款处伫创业挑战的女性朋友同齐来分享。毕竟在这个商业世界当中，还是大多数是男性，所以说女创之间会交流一些彼此怎么在做公司治理，或是在面对客户关系，或是面对市场关系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平衡跟协调。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所设立的女性创业学院 AWE， 希望打破传统性别观念的规范，提供女性创业所需要的资源。虽然计划是为2019年开始，也不过今麦已经扩展到约100个国家，涵盖超过25000名的女性。We've provided training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and 205 women entrepreneurs have graduated from the program. The AWE concept was simple: find a way to empower women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knowledge, networks, and access that they need to scale or to launch and scale their own businesses. 加速家庭艺术班，脱离生理因素加社会价值的前提。AWE 培育女性发展创业，对手工小物品到新创参高科技产业，只要努力去做，拢有机会会伫舞台上来发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口的中间病院有一个急诊科的医师洪尚凯哦，伊伫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爆发的时，人多好伫加沙走廊做无国界的医师，伊伫这个月初哦才离开战场，即卖已经平安返来到台湾咯。今仔中间病院嘛表扬这医师伫战争中对病人的奉献，真正是真使人钦佩。甲病院特别准备的猪脚面线食落，拄啊对战地返来台湾的中家病院急诊医师洪尚凯，早伫咧做学生的时阵，就正认同无国界医师的理念。伫咧疫情返好了后，随伫今年7月前往加沙走廊参加医疗的服务，没想到10月初就拄到战争的威胁。那到后来，大家很习惯了，炸到周遭，你听到爆炸声，代表说你没有被炸到，那就只能很无奈的继续恢复到你原本的工作。所以在那20几天里面，空袭、爆炸声就是随时。当地的病院因为互人崩掉，全部熄电暗面崩，医疗人员敢若会当用手机的电话进行医疗处理。洪尚凯表示，伫战争的影响之下，一直送入来的患者，和医疗资源特别记载袂掉。没有电，没有干净的水，没有药物，没有干净的纱布。我们在缝合小朋友的时候，局部的麻醉药都使用完了，就只能抓着，那尽可能的用大一点的针，那很快速的把它处理完。经过20多天战地救援了后，洪尚凯后来离开加沙走廊，返来到台湾。3个月过的时间，3买6公斤。不过，伊心肝内所想的，原来是当地救援组织的同事。我有几个同事，他们甚至还待在战火最严重的北部。那这几天都断了通讯，我们也只能透过一些外媒、那一些新闻来得知。那很多的医院也持续的在被攻击的威胁中。洪尚凯透过记者会分享这段特殊的经历，嘛希望战争会当赶紧结束，让当地居民会当回去家园。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
以色列是继续搁包围加沙上大间的西法病院。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警告讲，西法病院目前搁实在嘛无水通用，状况是真惨哦。也毋过以色列军队昨是公布一段影片，强调讲哈马斯甲临日拢关伫病院的地下道，嘛发现有大量的武器。以色列是指控哈马斯甲病院当作是战争的工具。另外，哈马斯提出讲停火5天，换7载临时的谈判。以色列这几天一直讲，哈马斯将指挥中心甲军火库拢设伫病院地图下骹，所以将攻击目标刷到加沙病院。世卫组织 WHO 发言人林德梅耶13指出，目前还有600外病人伫西法病院，毋过缺少燃料甲饮的水，病院已经失去应该有的功能。用要建造一个防压堡，为体也开始暖气。而咧包含新出事的医院在内，已经有34人不幸死亡。Currently, we have 36 units survived, which means we have lost 3 over the last 24 hours. 不过，以色列官方13日强调，已经提出撤出新生儿的可能风险，不过说服哈马斯拒绝。针对加沙病院规矩进行，美国总统拜登13日呼吁，一定要确保病院安全。印尼总统佐科威13日甲拜登会谈的时阵，也呼吁美国爱搁较积极解决加沙人道危机。领导机构也搁一摆表示，病院不应该成做战争的攻击目标。Hospitals must not be made places of warfare. 不过，以色列军方13公布影像，讲伫加沙地区其他病院的地面下骹发现哈马斯的地图，内底不止藏大量军火，佮批评哈马斯将病院当作是战争的工具。影片当中也发现病院地下道下骹疑似哈马斯用来绑票人质的机车甲锁啊。This is Hamas firing RPGs for hospitals. The world has to understand who is Israel fighting against. They were all used in the massacre of the 7th of October. They even have bullets in this motorcycle. A woman, clothes, and a rope next to the legs. 数百民众13暗时组织伫联合国伫耶路撒冷的总部外口控诉联合国因求人质态度真冷淡。哈马斯13时释放出上新的消息，上济放出70个妇女甲囡仔来换取以色列5天的全面停火，互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不过以色列方面也无回应。另外，纽约的联合国总部13夜降半旗，对到以哈冲突5月份以来不幸死亡101个联合国的人员。公司新闻警员庆评报。来看美国的空中客运车公司乔比航空哦，伫这个月12头一届起飞，对纽约曼哈顿起飞，伫纽约市的天顶来起飞哦。这款空中客运车飞行的时速是1点钟322公里哦，一台会当坐4个乘客。对曼哈顿到约翰甘乃迪机场原本1点外钟的路途，坐空中客运车只要7分钟。飞行机直直起飞。伫美国纽约曼哈顿市中心起飞，这是空中计程车公司乔比航空12进行的第一摆起飞。This is our electric air taxi. It takes off and lands vertically, transitions, flies on the wing. It seats a pilot and 4 passengers and flies at speeds of up to 200 miles an hour.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a flight from here in Manhattan to JFK can take as little as 7 minutes. 这空中客运车长程5分钟，就用飞100英里，范围有纽约市全部5个行政区，接近99趴的面积，而且不止零碳排，设计佫较有低噪音的特性。就算伫人口正密的都会区咧飞，也未增加噪音。去年甲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合作，这辆飞行机伫1640英尺高度咧飞的时阵，发出的声音差不多是45.2分贝，比一般讲话声音也佫较安静。And we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to just also bring down the noise, and as I just learned, how far the noise can travel. At the downtown Manhattan heliport, we are going to establish the world's first heliport with infrastructure for electric powered
侨皮航空拍算甲合作友华达美航空共同为纽约打造更加安全也更加清洁的计程车旅行。2014年生产的原型机已经飞超过3万英里。最近，各地加州的生产线出厂第一架飞行机，按算2025年推出上向客运服务。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过来消息来看，竟然有公车的驾驶啉酒赛车。台北绑架最近发现一台公车去弄到轿车，警方去现场处理，就骗到讲这个60岁细只的公车司机有酒味、酒测嘛超标，当场人就来抓起来，嘛靠公车牌以上发办这个公车驾驶嘛已经防死头路了。公车豆豆驶伫轿车后边准备超车，结果距离无算好，直接弄车，互后边骑机车人因为赶紧大胆行一大条，警方赶到现场就骗到公车驾驶酒味，马上对伊进行酒测。超过来，拉前面了。60岁姓车驾驶有酒后赛车前科，即摆家己准备药酒伫车顶啉，3点外钟就发生意外。客运业者爱负连带责任，警方除了靠公车牌照，主管机关也许驾驶酒后搁当地相关罚交班。警方到场后发现谢姓公车驾驶身上散发浓厚酒味，所以对其实施酒精浓度测试，测试结果酒测值高达0.29，警方当场逮捕并扣缴公车牌照。车顶10位乘客虽然无发现驾驶问题，毋过驾驶无顾乘客安危，酒后赛车涵盖行为已经予公司开除。除了本化无去，专案也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众伫网络怨叹讲，伊伫台南市嘉里的市仔买2尾老的即只鱼，甲1个烤龟风竟然得爱790块，伊讲上过离谱咯。也毋过，台南市政府实际去了解，认为讲这网友的铺文嘛有问题，恐惊已经违法咯，嘛已经请警方去调查。行入去传统市场内面，一尾搁一尾的卤即仔鱼看起来是真好食款。毋过最近网络煞流传伫台南嘉里的黄昏市场，买2尾卤即仔鱼和1个烤龟风，就要790块，贵甲伤罕过，市府大动作稽查。其实鲫鱼真的没有那么贵啊，这是算是平民的小吃啊。大家都吃得起啊，没有像网络那么夸张，2只790，这样太离谱了啦。第一个没有证据，第二个只是一个叙述，第三个人家遍寻各地都遍寻不到这个超级的豪华的价格，因此呢，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是不值一顾，而且非常可恶。台南市法制处甲警发局市场处11到13连续3天探访几人的传统市场，了解市场的介绍状况。若即仔鱼减有2个把碗程度，各鱼仔的大小，拢会影响介绍。毋过访查的结果，一斤大约800到280块不等，一尾的介绍大约是50块到100块之间，无像网络所讲的遐尼贵。认为刊文的网友恐惊涉嫌散布假消息，有违法的疑虑，已请警方查办。疑似涉及散布不实讯息案件，那本大队已着手调查网友身份，如有涉及不法情形，将依法就办。应该不要贵，780。应该啊，本来就应该查，不能有谣言啊。有啊，2条应该没有那么多，最贵也应该300块而已。法制处提醒，民众消费进前就先问介绍，有疑虑嘛会当卡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咨询。另外，社群媒体当兴，法制处也提醒民众，唔通黑白刊文散布假消息，若是扰乱市场的秩序，或者是伤害店家的名誉，恐惊会有触法的疑虑。记者文正祥台南报道。来看台中的白鸭溪步花有一条自行车道本地脚踏车甲人拢会当行。也毋过，市政府最近是说大型的铁架来放广告的看板佮甲楼梯动起来，民意代表是批评市政府带头违法。大大因为离台中，这是台中真有名的法子溪迎宾水岸廊道，后壁是最近有出现一座真大型的铁架啊。顶悬是挂着市政府宣传台中购物节的电火球啊，斟酌看，规个铁架啊，就放伫咧自行车道顶悬，完全无法度通过。边仔行人自行车优先的交通号志牌啊，看起来是感觉真靠势。晚上比较危险，因为晚上你没有一个指标哈，如果骑脚踏车哈，没有用电灯的话，用车灯的话还比较危险。不小心就撞到，会撞到，对。翻过，为了方便从那里下去。那自己这样走会不会觉得挺危险？就很危险啊，怕摔倒或者说
在那边就是说自己控制不住的话，下面还是马路嘛，车子很多，最好这边还是恢复了。自行车道是伫咧4公尺悬的宝华顶悬，入口的楼梯也扣尿则是互人封死。若是车友经过，就要特别改道。部分的行人要透过爬栏杆，才会当入去宝华内底。民代是批评市府带头违法，而且现场广告、电火球铁架拢是为着宣传国庆烟火10月20号就会拆除，现在又搁偷偷沿用宣传购物节，完全失信于民。市政府带头违规啦，我们百姓不得已跟着违规了，当然是不好的示范。可这个东西显示说我们市政府真的螺丝松了。都是失信于民的。我们的替代方案就是在利用上下游的这个月堤路距离差不多130公尺，那这样子下来刚好河川的这个高滩地上又有个通道，那这样子就可以来让自行车来使用。市府表示，封闭宝华的楼梯是为着民众安全考量，后续会来增加标示，引导民众改善使用不便的问题。栏杆若是有受损，也会派员赶紧来修缮。记者台中报道。花莲市的早晨公布，比各市2区明年2月底就使用年限到了，也毋过目前阁有上千座的梦爱迁走，问题是真复杂即嘛县政府嘛真伤脑筋。早上公布伫花莲市主政园区后壁，分做 A、B、C 3区 ，A 区已经签刷完成 ，B、C 2区是明年2月到期。毋过，这个公墓甲私人的墓，还阁有1500外个，目前迁葬的速度真慢，附近居民拢真无奈。居民的出入还有活动空间往返护专跟医院之间，都会造成蛮大的影响。早上公墓伫民国77年，就开始有都市计划通盘检讨，要甲这改造公园。毋过经过35年，敢若有 A 区完成迁葬，尤其私人的墓问题上较严重。最困难执行面就是在迁葬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找不到主人的无主墓还有一些家属因为风水的部分会有一些禁忌。议员认为讲迁葬速度慢主要的原因，包括市公所无法度负担2亿迁葬采购补偿金，嘛无法度得到顶级的协助。因为花莲市无殡葬用地，通好起立骨塔相关的设施，建议县府规划优惠方案。第一个，我们的迁葬的补偿金。第二个，我们迁葬进塔的优惠；第三个，我们迁葬的这个救济金。用什么方向什么政策，我想都会跟花莲市公所一起共同来讨论。议员强调讲，各县市其实拢有迁葬的补助，县府袂当把责任完全撒予市公所。因若新界处已经几啊届纠正县府无作为，希望县府大要意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的鸟翠潭人工湖的工程产生真侪废土，水利署是大家的废土囤伫乌溪的布花，讲会当来保护布花。也毋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若是落大雨，这个土就会互溪水冲到水尾，造成水尾水质会变啊真歹，变甲真落，嘛去影响到动物的生态地。石桌桥填了又流失，右岸填到桥下，左岸又有新填的。我跟你讲，下游的民众说，8月的时候他们真的有在注意。他说，那个泥浆水还是有在流出来。因为做鸟水潭人工湖产生真侪土风，水利署把这块土提去贴管乌溪的河岸。环保团体讲，这块土拢河溪水冲到水尾，害生态受影响。也批评这讲较白，就是政府咧黑白倒废土。他们填完以后，差不多没几个月，就是这样又崩塌掉。水利署的说法说，那个因为不是固定的，但不是固定的，这不就是丢晦气的东西吗？你们在下游富裕巴士云居，结果你们在上游在那边一直狂堆土，然后去影响那个巴士云居的富裕。我想说，你一面做好事，另外一面又做坏事情，去毁掉它。水利署第3河川分署表示，铁管河花是国内外拢常通看到的做法。针对水流较高、甲沙土冲走的河川，会伫爆发头前蹲土，避免水冲到爆发，是为着保护河边的民众。早期呢，不填土用什么方式解决？我们丢的就是混凝土块。那现在比较讲究生态，所以我们很多都用填土的方式。填土背后本来就不是一个
永久性的、固定性的设施。水利署表示，墩土贴管本正就会互水抢走，会一直墩土起嚟达成保护不坏的效果。但是环保团体认为，这块废土应该要放伫水尾，才不会造成水尾的水质变歹，颠倒影响生态产生问题。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2023年的高雄国际钢铁艺术节咯，这届邀请73岁杨富明甲85岁吴达华，因这两个艺术家拢是伫退休了后才开始创作。因虽然无受过专业美术的训练，也毋过利用一寡无路用的管仔，还是玻璃珠啊，嘛拢做出真有特色的作品，咱做伙来看卖。像这安尼来啊！家己去大林埔这间剃头店，外口真侪创作艺术品，也有各种工艺物品，各有声名，亲像仙境同款。这些作品拢是来自杨富明老师的双手。伊今年73岁，退休了后才接触创作要20档。老师拢是家己学，运用一般石头、珠啊等等的素材，用手豆豆夹、豆豆念。伊将艺术品放伫银幕经营的剃头店内底，嘛受真侪人客学乐。有进前都有咧摸索啊，都有咧做啊。退休，全心有无落去做这啦？若做这实在讲用精神落去，有10几年。进前迄是拢摸索的尔。甲杨富明风格无同，这18岁有大船要伫高雄港，嘛有爱河暗时景致。详细看，这拢是用铝管铁片连起来。图内底阁有台湾的字，才有台味。这是85岁吴达华老师自创的定画，将回水的材料钉伫画板。老师为找管仔到制作，创作时间拢超过1个月。今年伊特别为高雄国际钢铁艺术节创作新的作品，来呈现高雄林园工业区的风貌。事件跟咱高雄有关的作品，像迄木棉花，阁有咱林园工业区的工业的景象，阁有咱爱河的夜景。以及咱高雄的大船入港、高雄港的迄风景，来特别甲咱展览。两位时代艺术家因无受年岁甲体力限制，退休了后接触艺术，因创作是最丰富作品。看起来简单材料，两位老师用双手和用心的生命。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中华县的文化局伫县内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的活动。一寡囡仔虽然不一定完全拢听有，也毋过是拢听甲真趣味，嘛学着袂少的台语，咱做伙来看卖。囡仔兄、囡仔姊对故事老师大声念出歌谣，阁有台语绘本的讲故事活动。今仔的故事啊，内容是甲卵有关系，册名叫做《十粒卵》。对，平常其实囡仔逐工拢会看到卵，看到卵，伊就会想到卵的料理。但是可能囡仔袂晓讲，互囡仔用耍的方式去学这本绘本。中华县文化局伫县内高雄镇的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活动，有将近50本的囡仔故，老师用台语加上滑溜溜的动作讲故事，互囡仔听。台语讲故事好啊，互囡仔熟悉台语安怎讲啊。无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啊。茶的蛋按，迄囡仔袂晓做茶米卵啊。对我的囡仔来讲，讲台语是就难得的，因为叠厝我们就是会不自觉的用国语跟他对话。可是对我们这一辈来讲，为细汉甲大汉拢是用台语，所以阮学台语就简单的。可是对阮的囡仔来讲，学台语真的是足困难的。参加的家长表示，平常时伫厝内若用台语讲，囡仔嘛是用华语应话，真欢喜有安尼活动。透过游戏活动，互囡仔人有加讲台语的机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伫美国未成年就有心生囝的妈妈案例是真多哦。伫德州就有一间学校专门收遮有心哦，也是讲无结婚就做妈妈的少女。因会当甲囡仔带去学校附近的幼儿园，家己才去上课。对遮个少女来讲哦，有人斗相共来照顾囡仔，伊会当继续去读册。未来毕业了后，就会当有能力来照顾囡仔甲家己。
17岁的马图斯透早坐校车上课，到位的时阵，都爱先抱身边坐伫安全椅的宝贝查某囝。听后入去学校，已经有其他同款带囡仔的同学伫食早顿，带囡仔来上课，伫一般的学校根本是无可能。啊，毋过伫德州布朗斯威尔这间中学，专门收容无结婚生囝，也是有心的少女。学校内底有些托儿所，或者无结婚的妈妈会当免烦恼，安心上课。If there wasn't a school like this,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a lot of teen mothers because in regular school it's really hard to like go when you're pregnant and all the kids pushing you and all that stuff. And then in regular schools they wouldn't understand your situation, and here they do. 学生讲，这间学校老师袂甲你批评，颠倒因会甲你斗相共，会当体谅。像讲有当时学生囡仔因为暗时爱照顾囡仔精神无好，老师会允准学生囡仔困10分钟，都是这个体谅心，互学生感觉真温暖。这间学校由德州州政府补助，目前收容53个6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囡仔，主要是当地低收入的西班牙语的社区。托儿所有16个名额。These girls, we're just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graduate. We want them and their babies to have a better shot at the future, a better chance in the future, more opportunities.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一个情侣讲做伙时阵足恩爱的，啊，结果分手了后，做走去别动去讲，啊，伊较早你什么表现偌歹，哎呦，啊，身材偌歹，讲人长讲人短安尼。这种吼不只是性骚扰哦，这有可能都是刑事、有诽谤，哦，那是手头有影片去甲人散布，这个还会有散布猥亵物品罪。变啊较白啊！医生讲，你那点差不多，你家己要有心理准备。